乔老太，您来了，怎么样啊？没事儿。他刚输完血，医生说他没什么大问题。哦，听到这个答案很失望吧？如果你是来打压我妈的，我会让医院的保安请你走。来雪，你还真是挺孝顺的啊。医生说没事儿就好，别担心，好好养着。好。在乔氏办公室出了事儿，我总不能不管不问吧？妈，这里有我看着他就行了。您身体不太好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季云，有些话我想单独和乔老太太谈谈，可以吗？那你们就出去吧。妈，乖，你先出去啊。妈，那我就在外面等，有什么事情叫我。去吧。乔老太太，您坐。哎，别动别动，躺下躺下就好。真对不起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出了这样的意外，还让您老人家来医院看我，我向您赔罪。这些话你就不用说了，人毕竟是人，有些情绪啊是需要发泄的。今天我躺在病床上，做了好长好长的一个梦。我醒来突然发现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真的太累了，累得已经没有力气再计较什么了。妈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，有些话，我想也不怕说开了。为了季云，我斗了一辈子，也苦了一辈子，把来雪也给拖累了。我不想再争了，一切都到此为止吧。我不想再去争所谓的名分，我也不想再计较公不公道了。有些事是注定的，人活了一辈子，争来争去，到后来也不过如此。生死只不过是一线之差，命中有的总会有，命中没有的争也没有用啊。你终于想明白了。我是肯放手了，心也死了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就是来雪。不管我千般万般的错，来雪终归是乔家的血脉，是季云的亲骨肉，也是您的亲孙女儿。我只求您给她一个希望的将来。她从小就跟我吃了不少的苦，我不想因为我的错毁了她的一生。乔老太太，我求您了，真的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我只求您给来雪一条路走。我这个当妈妈的什么都给不了她了，我可以永远叫您乔老太太，但你能否让我的女儿叫您一声奶奶吗？我求求您了。我答应你，来雪也是我的孙女儿，她以后跟金帆和明娇一样，叫我奶奶。谢谢您，
谢谢。哎，今天找你们二位来啊，就是想跟你们说说关于来雪要回咱们乔家这件事。虽然她从小呢是在外面长大的，但是毕竟继承的是咱们乔家的血脉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应该给她一个机会。我们不是要等爸爸回来才表决吗？等他回来，他都搬过去了，还问他干嘛？不用理他。那你们两人是什么态度啊？其实我跟来雪的话，在国外就已经认识了。我觉得他人挺好的，没什么问题，我无所谓。哎，这我无所谓，这是什么票？这是赞成票呢，还是反对票啊？原则上嘛，我赞同。哎，你呢？我反对。如果他回来，我马上走。那你是想让你爸永远不回家是吧？你还觉得咱们这个家不够乱？其实啊，我知道，最重要的那一票不就在你身上吗？你故意要我们来，就是可以聊聊天，是不是？嗯。好了，不要让我们久等了，开票吧，美女。我是不想让你爸爸呢有太多的离心，所以呢，我是同意给来雪一个监察的机会。什么意思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以后咱们家呢就多一个人，你们做事儿说话都要想清楚了，最好呢是可以尽量顾全大局，不要做什么口不对心的事儿。奶奶，我肯定会顾全大局的。嗯，我知道。我可不能保证我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来。哎，这个臭小子！笨女人，笨女人，又在干嘛？赶紧回复！笨女人，笨女人，又在干嘛？赶紧回复！我现在在你家门口，马上开门。那你等着吧。喂，我现在很想骂人，快让我骂一顿！神经病，谁惹你去找谁？我不单是神经病，而且我火气还很大。我看你火气是够大的，先是烧到谢创那儿，现在又烧到我这儿来了。跟谢创有什么关系？你别装傻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不就是谢创阻止你去夜总会泡妞，你就把他开除了吗？你就是这样对待朋友的。你别再打给我了。我什么时候去夜总会了？上次开会的会议记录呢？马上，正要送过来。明天要拍的那个杂志的封面。没问题，效率高，非常高，非常快，效率非常快。嗨，创哥。哎，哥，你不是说你的腿断了吗？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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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实都好了。哦，我很关心你，关心就行，不用看，看干嘛？不是，别，啊，不是，没事的。来，哎，就看一眼，就看一眼。别看了，来，别动，不合适，这人太多，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？哎呦，累死我！你腿不是折了吗？你不能怪谢创，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我。是不是？哦，新东家？不是我，怪不得最近那么轻松啊！那都是老大对我好，谢谢老大。谁是你老大？乔老大吗？你现在是我的员工，谁是你老板？你，乔总。哪个乔总？不是，就是乔老大，焦老板。哎，小刘，拿点水过来，小刘。我想我还是看一下，看看你的腿是不是真的。来，让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没装假肢。别动啊！
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？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，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。火辣辣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，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。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，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。留下来。